蓝坤生大天府签诗历经漫长岁月，多处修改抄写，也则是印刷过程少刊的疏忽，因而造成文本一寡差异。庙方有鉴于此，董事会伫2018年特别委托财团法人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进行签诗校刊计划。经过2档外努力，蓝坤生大天府签诗改笔将伊伫今日正式出版，甲个人见面。以前的签诗呢，一张一张甲经过抄写，是印刷，所以长期间来呢，拢有变化，有偏差去。所以阮蓝坤生又伫咱总干事跟秘书的推动之下，咱董事会联动来委托咱的两位教授吼，来特别交一寡专家学者。咱的两位教授是伫咱的台湾的文学界，个宗教这方面呢是非常有崇高地位所以这做出来新的这签诗解密呢，有相当的公信力了，对啦。为了让求签信众了解签写旨意，特别伫每首签诗背后附有解释，方便民众参考。庙方整合上述成果，推出蓝坤生大天府签诗改笔，其中依附点歌，每首以300-500字生动活泼讲述，引领信众阅读，体会文本的奥妙。蓝坤生大天府陈俊艺董事长强调，这次发表蓝坤生大天府签诗改笔，是一个精确经典的签诗版新册，会当作为王爷总庙镇庙之宝，更会当作为26000多座分灵庙参考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